欢迎收看福喜来的航空比报。伫苗栗也只所在啊，有一群因为对戏剧咧动有热情的表演工作者哦，夹着味道啊，夹着心肝跳度，细细梦想咧，伫彩体啊，上芒大兵动刀哦，还有啊，咩味道呀？苗栗也只所在咧加添的动刀的艺术的养分哦，汉加伫国际的舞台当中啊发展的同好哦，要分汉较多人知道夹着，也下咧夹着伫3年代的时节咧。有咧作品而来表演咯，故说今晡日咧航空比报就会报本大家伫到家着亚摆去表演的新的作品咯。一下咧就先来分享今晡日咧来宾就系 EX 族剧团的团长哦，林丕安你好，大家好。还有咧就系顺丰的就系 EX。族剧团的老团员的就系方梦贤，梦贤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范梦贤。好，哇，刚好一开始就有小家也喺啲苗栗只素菜总唔得讲苗栗係咧洗素菜啦，不过相对来讲对都市来讲可能係咧山上嘅要山上我有咧劇團嘅，係真正係啲當今啲苗栗素菜係冇。嘿，真難得咩真辛苦啦。係啊，還蠻回答問題之前，其實我嘅客家話講到冇動講，故說盡量啦，盡量。所以這個 EX 亞洲劇團一開始，因為我係苗栗人，就會覺得說，在高中時候沒有，你要看藝文一定要到大都市去。那苗栗安后的所在後山後水年輕又好，做嘛我總得自己學成之後，轉到我自己的木卡成立我自己的劇團。故所也係一開始嘅想法咧，故所也 EX 族劇團都喺那時開始安尼有成立咧喏。成立喺2006年正式在苗栗註冊成立的，所以9年前咧，9年前的時間有冇有安尼？有乜個契機喏？安尼想法，迄個樣是做為乜個事情？阿張想講好啊，我即個來創團，因為即個創團然後即個加入咧團體係目標用嘅呢。係啊，那時候也是因為就是去新加坡，新加坡回來之後就覺得說，有一個作品要到國外去演出，那你國外去演出不可能摸命啊，就想講，幾個又幾個團名咩團體嘅方式去。那一方面也是因為以前13年還摸盤，然後結婚了之後，老公是做導演的，就覺得兩個人比較有膽量了。然後那時候也覺得說，苗栗這個地方其實它有很多的一個空間，走得讓我們再覺得，這麼人文氣息這麼濃厚的地方，我們可以來試試看，這樣子。不過一開始你剛才有講到喺新加坡咩？你喺嗰陣時去到新加坡喺呢度學嘅表演，還係去學乜嘅東西？阿張老先生有認識咩？那時候去新加坡，其實就是覺得說，其實是一個尋根的計劃，就是覺得說。幾個係客家人，然後大學念大眾傳播，然後進了一個劇團，講的係葫蘆那個葫蘆發，然後就覺得說，對於傳統這一塊很有興趣。然後那時候剛好新加坡有一個學校，它是可以學亞洲各種不同的傳統戲劇的部分。那也回到說，為什麼我們取名 EX 亞洲劇團？這個 EX， 它其實有我的 EX 有沒有？因為大家有簡寫，對啊，就是覺得說，這個所謂代表一個過去式的東西，它其實有沒有可能在現代的一個劇場裡面有一個翻轉的機會？很多對，然後懂到 EX 的意思，對，然後包括交流啊、實驗啊這樣的。那當然是因為我老公係印度人，講話大部分就會用英文溝通，所以就想說，這個團名也有一個就是國際化的中英，對，就是中英文混合，跟印度老。台灣也是在亞洲的都是在屬於亞洲這一塊，對，就想說，這個團名可以結合，那把 EX 過去的東西過渡到現在的亞洲，然後可以有一個新的生命，這樣。哇，真正聽起來幾個意義動態啦，嗬，EX 亞族呢，亞族嘅劇團。
伫呀梦想迄动吼，迄动态啊，古说都要还没9年的时间。伫伫一开始6年的时间，好人6都要哈，知道真困难的迄么个。冲团咩？一开始唱迄味道，我有咧团名咩，做得出去，做得表演，然后大家讲啊，迄慢年慢甲团咧团中安尼出去表演，都也哈正经带下面有动年的吼，像梦轩他们里面来到现场安尼，你立场低度，迄咪经过动的心酸啊，没冇？其实辛苦一定是有的。可是我现在反而比较都是记得我们在创团到现在中间有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人，反而都是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幸运。然后除了自己，我觉得是你的坚持，然后别人看到了，你就会觉得说，哎，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年搬了新的排练场，然后很懂影不卡模，年底大扫除哎，什么做的呀，对啊，全部都接收过来这样子。因为也还好，可能也没有你也在素材啊，其实也几年啊，吼，真正有懂好的素材吼，像啲没有巨蛋的啊，吼，还有懂文艺啊、文化中心啊。做得有懂好的表演的重塑，古说像安尼团体的称呼，做得本彩体的人吼，唔是当就来到台北啦，来到喜到奈啊吼，就直接啲彩体就有接触的、接触的有懂艺术的用分，像迄梦轩吼，嗰种是迄用的指导也 EXR 组剧团的咯。我记得一开始迄因为我到台北3眼神的时候，我就到网站上面。就看到 EX 亚洲剧团，因为按拄好呢 ，EXR 组剧团迄按容易就搜寻到，系咪？冇呢，我知道也係一隻眼分，迄真的就一隻眼分，然後我就搜尋到 EX 亞洲劇團這樣，然後我就想講我去試試看，又都。嗰陣時係用乜嘅發通係冇？發通。冇會發現會吃嘛㗎，就係即個毛遂自薦講啊，報名。冇啦，佢使用就係想講說，我想要表演，某一隻出路係本來去表演咁樣，我就想講，苗栗有一隻劇團，又拄好你即個喺苗栗呢？對，然後就想說，那我為什麼不去試試看嘛？對，然後就想說一試，然後就是到現在是一試成主顧，就這樣嚟講，就是第3年這樣。哇，第3年咧就錯嘅。唔講，一開始你聽講你睇學嘅時間，學嘅係熒光呢？高中之前。高中之前係冇？啊，你有冇對呀表演啊、戲劇有興趣呢？一開始係因為我老愛同學去看戲，就看嘅綠光劇團嘅《人間條件》啊，《人間條件》裡面動感通靈，係啊，我叫嘅就是犀利法啦，我就想講到底是乜嘅力量，本來嗰種動感通，然後動叫嘅按稀里哗啦的那種感覺，對，然後就想說，就自己很自動自發去找相關的書啦，然後就去開始讀書這樣，然後就也就是開始想要念研究所咁樣。哦，我知道也真嘅可以有年份，還有咧幾年吼，冇法睇㗎，像我沒有看戲啊，我就知道哦，動感通我就會。知道啲當紅吼，啲舞台當紅嘅人真正動聽，因為佢叫老藝有冇關係有冇？唔過真正會佢嘅叫會本藝感通啊，就是感染到我，也叫會把吼真正係咧動成咧啲功力吼。我說嗰樣時啊吼，譬如還記得啊吼，就係夢軒佢揀呢啲時間用嘅冇。馬家就唔會係嘛？很記得呢，就是他來那個參加第1屆團員甄選的時候，甄選完另外一個主要的共同創辦人來欣賞展安塔江潭家宴，2個有很不一樣的意見。因為這個就牽扯到，其實演員有2種，一種是他真的本來就很有天分，第2種是你真的要需要努力，你才可以看到那個進步的。不過要是要什麼大表演部分，可能就要有慧眼哈，係冇？可能出來係冇？其實需要慧眼之外，我們還需要他們有沒有決心。因為你1天2天哦有興趣好玩，那個新鮮感
勾太嘞，然后你接下来要吃苦的时候，就开始借口来了。今天请假，下个礼拜有事情，下个礼拜对，周末就不来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剧团的训练蛮严格的，就说你如果请假太多的话，我就冇嘞。故说孟轩，你还记得你第一摆去呈现的时间吼，你考试没有题目没？会表演嘛？刚你记得吗？就我去甲表演一段，然后还有我唱歌的，唱歌的，嘿啊，唱歌的，迄个通歌曲的吗？应该是说，ES 亚洲剧团它所谓的亚洲剧场这个形式，它其实应该是说回到我们比较以前的戏剧，其实它不管是戏剧，还包括的音乐、舞蹈，所以我们的作品里面演员除了要会演戏，会唱歌，会跳舞，等于是3个都要全面都要会。故说一开始伫呈现的时间就爱吃看那就错嘅，看夹到来呈现的人，迄哪一方面较彩虹安尼冇？故说一开始的时间，迄七家通的吼，一开始就提到七家来表演一类戏系没有？嗰種你喺表演嘛？噶一團表演，我去甲編的呢，就一人獨角戲，對，就錯嘅。你這樣子會講嗎？這樣子冇乜該都會講，就硬定調皮就會去做，哎呦，然後就動上哦，你就劇團這樣，對。哇，嗰種就係這樣子，喺老公看到和喺佩安看到嘅激情咯。應該係佩安。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现在是制作人的身份，之前做演员，其实我是觉得我是不是天生的演员，我是靠后天的努力，那我会更疼惜这些，就是他可能没有先天的天分，可是他发现我对这个部分有兴趣，我愿意花时间花功夫去学习后上我会更愿意想说可以有机会提拔他。所以本来他孟轩可能本来导演是说 more 啦，因为他会很辛苦，对，他是另外一个角度的，就是说他要这么加倍的努力，然后尤其咩冇基础吼，对，不过对音乐佢有讲到唱歌的基础，係有基础的，对，算是可以唱，都在唱。所以那时候我就力挺他了，就是说，让他试试看。我们的剧团如果说，有一个机会让人家可以发现不同的东西，这个机会要给他这样子。哦，也咩愛好孟軒有把握啦，係冇？把定也就幾飛有冇？攀着不走，攀到也係已經3年了就從嘅。對。不過一開始啊，吼，你第一度嘅時節，吼，你做乜嘅訓練，你會知道輕辛苦、輕艱辛嘅冇？有冇？輕艱辛嘅，我知道係去家我去獨立去完成一個片段，而去家去編。然後去導，一開始就要去搞編的哦。冇，係到第1年的時候，嘿，而且去完成那個功課的時候，會發現自己好像，會去質疑很多事情嘛，然後想說自己有沒有唔拉素材就錯，對，有沒有那個能力這樣。哇，真勁啊！根本也好恐怖波波本睇家啲嘅咧，就係呢啲苗啲菜啲嘅咧劇團咯 ，EX 亞組劇團嗬，根本你家條帶來乜吉法通嚟定下就波本睇家啲咯，一下先嚟聊一下。